地下有一點紅光，抬頭一睇，一個高層單位嘅露台有紅光閃下閃下。另一條片見到一個住戶企喺涉事高層單位嘅露台，手上懷疑拎住鐳射筆向地面照射。影片喺星期六發佈，片主就話有將軍澳海天圳嘅住戶利用鐳射筆向屋苑附近嘅公園掃射，疑似特登追蹤佢散緊步嘅狗仔，呼籲市民經過嗰陣要小心。有人隨即留言話喺同一日喺同一個地方遇到類似嘅情況，發現有人喺10幾樓嘅高處拎住鐳射筆向下照射，懷疑係同一個人所為。警方星期日夜晚接報，話將軍澳唐俊街一個屋苑懷疑有人以鐳射筆照射屋苑附近公園，案件列作投訴滋擾，暫時未有人被捕。